我叫阿欣，自細好怕醜，好驚講嘢，所以成日自己一個人。大多數老師都話我細膽，未來一定灰蒙蒙。直到3年級嗰年，我遇到陳老師，佢冇嫌我講嘢，反而成日留低陪我讀故事書。佢話：阿欣，你把聲好好聽，要講多啲嘢俾人聽啊！嗰種被睇到嘅感覺，我永遠都記得。但喺升4年級之前，陳老師突然病得好嚴重，我哋仲未嚟得切同佢好好道別，佢就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。嗰日課室好靜，靜到我聽到自己喊嘅聲音。我問天，點解對我咁好嘅人咁快就要走？好多年之後，我終於明，生命有時好短暫，但一個人留低嘅光可以好長。我而家係一位小學老師，每一次我同學生講嘢，我都會諗起陳老師。我想成為嗰種老師，唔係只係教考試，而係真係睇到每個細路仔嘅光。呢一頁我正喺度寫，陳老師，你睇到嗎？